在这个高雄高山的马卡道路甲华安街口发生着车祸，一台要倒弯的轿车甲电车相下撞。事故发生后，轿车的驾驶做移走，老爷朋友伫现场。原来这个44岁女驾驶是一个毒品的通缉犯。4点钟后，警方就找到人了。当时嘛，逮捕伊的男朋友嘛是一个通缉犯。伫这个逮捕的过程，嫌犯一直抵抗，害派出所的所长受伤了。 路口的监视器翕到白色轿车再度倒弯，导航轻天小龙，轿车轰动一个偏过来公车，停伫了轨道。19号暗时10点多，44岁女驾驶载女车主经过高雄高山区马卡道路甲华安街口，甲轻天发生相撞了后，伊将车单的走一走，留车主一个人。民警对查发现女驾驶是一个毒品的通缉犯，第4点钟内将人逮捕。车主的翁婿知影这个消息，马上着惊。之前在这里做了4、5年有了哦，他陪我老婆去回诊，然后因为检查出来的结果不是很 OK， 所以算我老婆心情比较不好，然后他说他要开。原来是因为查某人捌伫市场摆搭，才会和车主熟悉。是讲伊的男朋友，同款是一个涉犯药事法甲毒品凶器16档的通缉犯。你是哪个呢？民警24号前往桥仔头逮捕，查某人不愿配合，提出执行逮捕行动的派出所所长卡手有骨来为刺伤。上前盘查，然后他就开始用肘击攻击我，这个过程大概1、2分钟。吴姓男子也是3条通缉犯，当场查获毒品海洛因1包及安非他命2包。为着掠嫌犯，提出卡手刺伤，随后检察局局长嘛有亲身去慰问。 如今两个嫌犯马龙红乖，为家己不法的行为付出代价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